各位台南爱卡车的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是台南的美术馆的2馆，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艺术家以及他的一日厨房。有艺术，有厨房，当然我们一定就要选美术馆以及美术馆5楼的美时光景观餐厅。因为呢，从2019年3月开始，这个餐厅以及这个美术馆是台南最夯的亮点，也是一个在台南来讲每个人一定要去拜访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上5楼来看看美时光餐厅，在这里挖掘我们的阅读以及艺术的宝藏吧。嗨 ，Vivian， 这是美时光餐厅的行销部经理 Vivian。老师您好，好，很难得您今天有空可以来我们到那边坐一坐，等一下好好聊一聊，来看看哦。老师，我们走吧。哇，你看 Vivian， 这真是一个很明亮的空间耶！真的，就像老师您说的，我们美时光餐厅啊，就是由普利兹得主的日本建筑大师板茂大师为我们设计这个这么漂亮的碎形屋顶。因为我觉得它充满了很多的几何的美，这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很好设计师的一个作品，没错，所以难怪它一开始就变成我们台南之光，也是台南很多人喜欢打卡的亮点。真的，只要你是一个网美的话，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地方。它由凤凰木的设计是一个五角形，老师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这个碎形屋顶又有凤凰树下的那一种光影流动感。了解。所以在这里读书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么样的一个充满美术感的地方，楼上还有一个餐厅。我说真的，你们真的是得天独厚了。你想想看哈，白天的光影这么亮眼，如果晚上的时候，哇，台南浪漫的灯光下，来喝一杯小酒啊，吃一个排餐啦，喝个咖啡都很好，对不对？那我们非常好奇，这个美时光餐厅是由奇美食品团队来经营的吗？没错，我们其实背后的母公司其实是奇美食品。那奇美食品其实不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最主力的餐点呢，其实还是以牛排的为主，就是排餐，对，高档而且很精致的排餐。所以等一下也会让大家看到说，我们这个牛排的排餐呢，它是由那一种就是特别的炉烤安格斯牛热也下去制作。所以大家想想看，这样一个美术馆的地方其实是不能动明火的哦。对。可是我们如果用电力设备，把它变成是一个非常低温炉烤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其实它就是类似舒肥，可是技术比舒肥还要更厉害。所以来到这里的客人啊，除了可以美味的牛排乐也可以吃，重点是你还有主厨的刀工秀可以看。我听说你们这里的主厨的水哥是一流的哈，真的。所以呢，他所这个创造出来的美食，我相信一定让大家非常喜欢。那这里其实很特别，是因为它非常的宽敞，所以呢，随着光影的移动其实是在台南最美的地方。因为台南的光影的实时移动，你就想到说整天呢，它的美景呢就会有不同的呈现。那我们在这里呢有好几个角落，我记得好像是靠近门口的那个位置呢，是很多人喜欢的用餐的地方，因为你还可以看到俯瞰整个台南市的感觉，对不对？没错，除了可以看到台南市的感觉，其实台南地方法院就在我们的正对面。哇，那这是往下看就是一个好风景的，因为那可是我们台湾3大美建筑的其中的一个。没错，所以在这个地方用餐，其实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用餐。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你在这边呢，不只可以品尝美食，你还可以呢坐在这里，感觉很像坐拥台南古迹的样子，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可以讲一讲。不过我每次来这里我最喜欢的角落就是从你们的门口出去望向安平海的地方。据说，如果呢你呢很幸运的话，下午黄昏的时候拿着手机一照，你会照到什么呢？泛着紫色的霞光，我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妙，对不对？没错。那晚上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法院的这个景啊，其实也是台南3大美景之一，所以可以看一下，在美术馆的高楼拥有台南市的美景，同时又享用着奇美食品这一间美时光餐厅为各位顾客所呈现的一个带人啉进味的感觉。哦，了解。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呢选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幸运。一方面呢，是因为这里呢是有艺术的氛围，国际级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建构，而那样的一个建筑呢，我们看得出来，台南呢它的美术以及艺术走向国际的水平。另外一个是还有美食，
重点是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里呢，跟我们一位潘嘉欣老师来做访谈。他的主题是艺术家的一日厨房，有艺术家，有厨房。您不选我们今天美时光餐厅，您到哪里呢？当然这是首选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跟潘老师来做访谈喽。谢谢Vivian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介绍。谢谢老师，你们今天的到来。